第四，如果你真係想明白比特幣點解咁多人話係革命，你要去翻2008年，當年美國有大量銀行亂咁批房貸俾啲根本上冇能力供樓嘅人，呢啲風險咧就不斷咁堆積埋一齊，最終咧就引爆咗成個金融危機啦。雷曼兄弟破產，股市大跌，成千上萬人失業，退金歸零，經濟咧就係一個陷入一個衰退。最荒謬嘅係啲整亂晒成個市嘅大銀行，最後咧竟然由政府去拯救，用邊個啲錢？咪納稅人啲錢咯，即係話一班市民損失慘重，啲銀行 CEO 照樣有花紅，照樣冇人坐監，完全冇人負責。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，一個匿名嘅人就出現咗，就叫 Satoshi Nakamoto 啦。佢唔止單一對呢個制度好失望，佢想創造一個唔需要相信政府、唔需要相信銀行呢個系統，就係比特幣。咁喺2008年尾啦，佢發表咗一個比特幣嘅白皮書，然之後喺2009年1月3號開採咗第一個比特幣嘅區塊。佢入邊咧刻意寫低咗一句英文報紙嘅標題：Chancellor on breaks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，即係話財相準備第二次拯救銀行。咁呢句嘢唔係純粹嘅資料，係一個政治嘅聲明。Satoshi 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需要一個新嘅方法去處理錢，唔可以再容許啲銀行亂咁做嘢，出事後自己要埋單。所以比特幣咧唔係一件金融產品，而係一場對舊有嘅制度嘅回應，係一場運動。佢唔係為咗炒作，佢都唔係為咗賺快錢而生，佢咧係為咗打破壟斷，令資產翻返去人手上。比特幣唔係一個程式，更加係一個信念。